小说巨匠契诃夫79句语录：冷漠无情就是灵魂的瘫痪，过早的死亡。心智手账3.3万位订阅者，加入订阅146，分享观看次数5192次。2024年4月26日，井号契夫安东契诃夫 Anton Pavlovich 井号契夫名言1860到1904，诞于俄国的世界短篇小说巨匠、医生。他出身贫寒，但凭借努力成为医生，并在行医过程中开始了文学创作。其作品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社会不公，对底层社会充满关怀。尽管他常在书信中向友人哭穷，但他对金钱并不贪婪，反而经常将钱财捐赠给慈善事业，并为贫困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。不幸的是，他在治疗病人时感染了肺结核，在44岁那年闭眼长眠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，欢迎订阅和点赞，未来将会您带来更好的内容。往期节目宿名言：罗素71句语录。1个世纪过去，他对个体幸福的建议仍在发光。王德名言：王尔德74句清醒语录，每句话都让人难以预料的毒舌天才。博名言：幽默文豪萧伯纳61句语录，看破生活是不够的，你还得学会笑对生活。毛姆犀利名言：毛姆73句精选名言，多一个人读毛姆，世界就多一份清醒、残酷现实与人性。黑塞语录：赫塞精选名言金句，不适应这个世界的人，你们快找到自己了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录：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名言：向阳而生的人不要看人性的卑劣与复杂。加语录：卡牟经典名言金句，去怀疑人生，去面对自己家。人生意义荒诞。柏拉语录：柏拉图名言金句，东张西望的人是难以与幸福交好的。村上春语录：村上春树精选名言金句，孤独的人生并非只能孤立的存在时间，爱与孤独。尼采语录：尼采经典名言金句，内在核心不稳的人应该看看名人名言，致格言者思考。格拉底语录：苏格拉底经典名言金句，生活笼罩乌云的人不妨进来看看，也许能帮到你。卡耐基语录：卡内基精选名言金句，应该尽早领悟的人生智慧、人际关系、人性。弘一法语录：弘一法师名言典藏集，当你觉得生活艰难时，记得回来看看这部影片。克里希那穆提语录：克里希那穆提精选名言，不要跟随任何人，包括我自己。思想家所觉醒。书本语录：叔本华精选名言金句，爱自由者也爱孤独独处人性。音乐，一首歌曲 Sea of Memory Akash Gandhi Sea of Memory。 音乐，心智手账3.3万位订阅者。影片简介，一则留言 TKT TV 一贯到亲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发表留言 HKF25313， 1年前已编辑10点51分。非1回复全部系列影片内容，心智手账上传的影片相关内容为你推荐，最新上传已观看16点16分，现正播放。稻盛和夫人生忠告语录：为未来焦虑，为过去后悔的人都该看看。心智手账，观看次数29万次，10个月前。Shorts， 孔子所的3句名言井号 sayings。
观看次数4020次。电风扇千万不要资源回收，观看次数50万次。V 横线21 Radar is going to replace the V 横线2 Spirit， 观看次数72万次。70架战机长驱直入伊朗领空轮为以色列练兵场（伊朗核设施）中东情势（以色列）伊朗伊朗浓缩铀（以色列空袭）川普美军巴列维王储军事06斜线17马克时空，观看次数42万次。Homemade crossbows this 底线 X 底线。观看次数1828万次。How a Nuke Works 观看次数2608万次。13:17分。现正播放。都21世了，有人气夫狗13。观看次数3287次，2年前。4:24分。现正播放。接神秘符的力量，改命的秘密，蜜汁。观看次数4次，21小时前。新影片。13:27分。现正播放。罗曼·罗兰71句语录：愿你认清生活，仍旧热爱生活。心智手账。观看次数1万次，1年前。9:44分。现正播放。成为表演的可能，契诃夫是怎么影响我的表演教学？戏剧演员表演影视剧场演绎表演浴场。观看次数477次，2年前。9:06分。现正播放。公开演讲恐惧症心理学7大观点，让你理解内心真正的恐惧来源。一本书的10分钟10 minutes one book。观看次数415次，3周前。10